正所謂身體最誠實，平時唔知大家有冇細心留意過自己嘅身體呢？嚟緊等我帶大家認認真真咁睇下自己嘅身體入邊究竟發生緊咩事。好，一齊去睇真啲。喺你身體入面，脂肪唔會只係靜靜雞咁堆積或者停留喺一個地方，相反，佢會靜悄悄咁擴散，深入腹部，將自己纏繞喺器官周圍，就好似一個慢慢收縮嘅網咁。佢首先會吞噬肝臟，將佢包圍，直到組織變得僵硬，難以處理毒素，然後佢會滑向胰臟，將佢完全包圍，導致胰島素信號減弱，血糖開始升高，就好似身體失去咗自我聯繫咁。從嗰度開始，脂肪壓向腎臟，擠壓過濾血液嘅細微器官，壓力增大，微血管收縮，腎臟工作更加艱巨。隨着時間推移，心臟都感受到壓力。腹部脂肪釋放嘅化學物質會令血液變結，增加動脈壓力，令心臟必須比以前更強有力咁泵血，慢慢咁磨損佢，一拍又一拍。即使肺部都唔安全，腹部脂肪向上壓迫，限制肺部擴張，每次呼吸都比上一次淺啲。通過化學信號，這種脂肪仲會影響大腦，擾亂飢餓信號，霧化清晰度，改變情緒。一切都係靜悄悄、無形咁發生。唔理你係唔係外貌協會嘅成員，內臟脂肪真係唔講得笑㗎。特別係當超咗標或者係超晒標都當冇事嘅時候。其實所有嘅代謝綜合症，例如糖尿病、脂肪肝、高血壓、中風、痛風等等嘅風險都隨時可能爆發。記得就算睇唔到，都要多啲聽清楚身體同你講緊啲乜嘢啦。保重啊，朋友仔，再見。